公主啊，我吼四家拢找你无，急到要死。若毋是讲迄个卖火金姑甲我讲你伫咧遮吼，我嘛无法度通我找着你。其实吼，你嘛免得来变这间破庙的。虽然讲吼高六年无较半个是有良心的，要毋过在大东府吼，咱老爷嘛还阁有开几啊间店，还阁有迄个钱掌柜啦、李兆凤啦，因拢嘛会甲你照顾。我迄个面当日记，我真愿死在这个所在，唔愿搁再做一款袂见效的代志，互我的阿爹阿母加烦恼的。
劫20两银，互你做路费，倒转去坏人关，大概有够。我袂用个治你的钱。王老，你将我苏三当作是外人心，敢是讲你要变心？袂，我永远袂变心。苏三，这个官邸了前，我可以发誓，如果今生你苏三若无嫁我黄金良将，我将心不做。如果我有变心者，我愿意死无。